各位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群妹。今日拜二嘛，大家伫拜六系嘛今日嘞么？就是呀8月半中秋节，鼓手祝福大家8月半快乐哦！鼓手大家8月半要做乜嘅？除咗期中庆下、食呀一公饼啊，还有一件事情大家同好做嘅，就是愛來配肉。啊，唔過配肉有上時就會想講，用下上嘅配肉要準備乜嘅東西？要用板來準備，還個配肉嘅醬料啊、米絲啊，甚至要用板當做嘅油變化，當做嘅無窮用。大家唔試食嗬，一下韓府嘅菜，臨時來南府腳南一下嗬，因為今本日嘅節目當中有請到呀配肉嘅專家，佢係馬上咯，佢就係 Lucas 歡迎。嘿，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 Lucas， 我今本日東歡喜來到來位哦，然後大家分享我朋友的一些經驗，跟大家分享。對，真經係當多經驗，有幾多經驗咯，都做得來出書哎，對不對？這個是2021年來出的這本書，叫做《來配肉啦，來烤肉吧》，是很直接的跟大家分享，就係愛來配肉，簡潔明了。對，但是。除了出書之外，就是因為你自家嘅配肉嘅經驗非常嘅豐富。聽講你有舉辦10年嘅配肉嘅 party， 超過10年咧，這麼久，差唔多超過10年，差唔多。疫情之前就開始一直舉辦呀配肉嘅部分。那配肉嘅按用嘅 party 啊，聽講亞布卡嘅配肉是很浮誇的，是除了很多東西之外，還有很多不同的這個厲害的技巧都底度，係唔係都係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對啊，其實我的烤肉趴大概10年前開始是還沒有開始烤肉哦，那就是搶朋友來摸下，然後我們會辦一些。哇塞，這不是店裡嗎？這個照片很像燒烤店要開張哈，唔係，好誇張哦，這就是某一次的而已。你看到有外行會做一個點心給亂狗啊，然後因為有一些朋友哈從很遠的地方來，可能是高雄、澎湖、宜蘭，就是幾乎整個台灣都有。哇！所以最早邀請這些朋友來家裡的時候，你就是希望說只請人家來吃下午茶，就叫人家回去，好像有點不道德，因為是我不想出門嘛。對，就是我是一個你不想出門，我是一個只要不工作就是能待在家裡就盡量待在家裡，就是不要有公關活動，不要有飯局，最好的那種。我也是這樣，世紀大宅人這樣子。然後那要跟朋友維護友誼的方法就是全部來摸下，挨住你的事，然後大家分享食材費。哦，然後呢，所以他們就很樂意啊。真的有幾多少年啊？你準備按多個料理？我們從10年前一開始70、80。李哈流上一次是疫情前，大概就是2020年嘛，就出書的這一年，有30個人，但是已經到我的體力極限了，以後不會做唔得，跳唔跳？古時候人家做得看到 Lucas 嘅布卡辦的呀配肉嘅 party 吼，做得有這麼壯觀的場面。除此之外，你還有聽講呀布卡嘅配肉嘅設備也不太一樣，一般可能有準備各式各樣無共用嘅烤肉架嘛，對不對？可能有一年呀的一箱是有點像有雙層的烤架的那個概念呢。每年只會思考，會按永遠讓來的人會覺得說，哇，你每年都有一些無共用的新的東西這樣子。哦，對，好困難。因為其實我的烤肉趴並不是公關活動，所以大概會有8成都是固定的朋友。那我就會覺得希望他們每次來都會有新意，畢竟人家那麼遠來這樣子。然後我們也是為了不要只有下午茶，然後我們增加了這個烤肉的部分。那所以呢，我有一年，我們除了從最基礎的，當然就是堆磚塊開始，然後我們以炭火為主。那慢慢也有增加不同的烤肉爐，去因應我們要烤的不同的肉的品種，那甚至是炭火的高低。哦，比如說雞肉或魚肉好熟的，我們要選擇炭火近一點的；雞腿肉厚一點的，我們會把炭火把它調高離遠。用這個來，好專業哦！你不能所有的肉都在一樣水平的炭火上面烤，不行，會有的過焦，有的不熟。對，用這個來調整火力，然後慢慢漸漸變成我們會準備岩板，雙層岩板，上下都夾那個炭火木炭，燒紅木炭。
它中间就会形成一个秋奶油该烤箱的作用，所以我们就可以在里面烤猪肋排，上下都可以产生炙烤的效果，还可以烤个披萨嘛走的啊。天哪，也可以是หิ仙卢卡斯家的烤肉 party 了，好想去哦！所以写这本书告诉大家，赶快学起来，人人都可以在吉卡梦里办烤肉趴。而且其实泰雅可能会相关，很多零厨艺的人都是说，给 point 用轻简单，泰雅都不会。但是其实有很多泰雅唔会的一个优良，有这个要注意的东西在里面。你从串肉啊、酱料、食材的保存，要的全部就会懂从要本熟地度，全部都整理本泰雅。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以酱料为主，对不对？因为我的烤肉趴有个重点是，曾经我有看过我的烤肉书的人说，啊，拜托我办那个烤肉哈，没有像你弄那么多种酱料。他的意思就是你还是买一青豆、东后的牛肉，然后撒盐巴吃。我就告诉他说，我是跟朋友聚会，所以我要考量到每个人的经济能力。我不可以因为我说好，那我每个人来收个2500，大家都来吃和牛，都是 Prime 等级哦，和牛更贵，真的啊！我要想到有的人，而且有的人从高雄来一趟，他来回车钱就3000多块了呢。所以我要考量到，我每次收费大概都只有几百块钱而已，就真的只有食材费，就是零工钱食材费。所以我会用工，奶牛会用一些它平价的鸡肉啊、猪肉啊，然后呢，我用酱料去增加它的丰富性，对，让大家觉得我们可能没有吃，当然我们牛肉还是会有，但是种类不多。但是好的牛肉我们还是以盐味为主嘛，没错。所以我们其他的就会用工来多做一些不同的风味，让大家觉得说我们不是只有很单调吃猪、吃鸡、吃鱼而已，而是随便这样放眼望去都是哇20-30种口味。而且其实我知道你写的日本书地度懂得酱料，真正都是你自家的智慧结晶，可以自家的经验同大家来分享。真的很多都不是你那波一般青梅豆嘅，烧烤店看冇，对，你看不到嘅。啊，你市面上可能没什么，你其实网络上找也是找不到。真的是自家去想自家去创作的这些酱料，里面有74种酱料同大家来分享。啊，唔过74很多，对不对？其实已经割爱。删掉30多种酱料了，黑某。因为我们书本有页数的限制，没关系，我们等你出下一本书。希望感谢，谢谢大家支持。下本书先看睇，韩国唔但像搞你啊，用板来做酱料哦。佢地度鱼咧当中有嘅嘿，有时候觉得生活很困难，但是呢，他喊 TP 同太搞来分享，你黑讲枪油嘅平底锅啊，也黑讲烤箱啊，又要用烘东西，没做的用。类似的方法，就是它就会有一个 tip 写说，如果想要看平底锅的烹饪，请看几页。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贴心的一个做法，因为很多小家庭，你没办法随便就起炭火，你知道吗？而且可能住在市区，而且可能是租屋处啊什么之类的，对，没办法。其实生炭是很不方便的，然后有时候也会有安全性的考量。那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可以用家庭就可以做到的方法，即使你只有早餐店烤吐司那么小的小烤箱，我们也可以让你享受到这种，或者是只有2夫妻，那你也可以享受小小的，有点像待在居酒屋的这种小小的感觉，这样子。好棒哦！而且你底度给相片翕出来，全部就看起来暗红色，而且这个是外景拍的吗？我的摄影师真的很用心，我真的要感谢我们的摄影师许大哥，他算是临危受命，接下这个案子，没有，因为我们本来的摄影师可能刚好出了一点状况，接不上这个档期。然后呢，我在开拍的前2天才联络这位摄影师，所以呢，我就告诉他我现有可以提供他什么道具，然后他就临危，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拍超过1000本食谱的资深大师，对，然后所以呢，他就了解了我的内容之后，他就同意帮我。其实我是用食物骗他的，因为他喜欢吃我的蛋糕跟吐司。对，他喜欢吃我的甜点，所以我是用甜点诱拐成功的这样子。他就接下来这个，他非常用心，就是我们每一张照片其实是在室内拍的，但是我们把它营造像每一张都在室外拍的一样。对，而且我们每一张照片都现烤现拍。现烤现拍，因为其实烧烤的食物它有一个美观的寿命，它会越来越暗淡无光。对，所以中马跟影金叶现场其实准批的食物是新鲜的，因为我们露营这个时间过了，要用就看起来就很好看。对，所以你们那个时候是非常掌握时间在拍摄的。对，我们都会
有一个时间表，是5分钟后这一道什么什么出来，20分钟后什么什么出来。然后我摄影师就很用心的按照这个，然后去布景，然后把我每天带去的素材思考要用在哪一道菜上面。你要都按呢，住后都翕相，有固定要控制在多少分钟之内吗？可能3到5分钟之内。那真的很赶呢。对，因为要翕出好看的相片，要低呀3到5分钟之内，趁它还热热的。对，所以才可以拍出来，不仅食物看起来好吃，而且旁边的素材还有这个光影，看起来都像是户外的样子。我们全部靠打光，我们拍摄的那5天6天，我们的摄影棚窗户全部是封起来的。其实我们在没有摄影师的范围之外，全部都是暗的。真的，鼓手用心打造了这本书，来烤肉吧，来同大家来分享哦。今日节目当中吼，还会同大家来分享当中酱料韩国呀朋友嘅呀优良呀，就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哦。好，欢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總演員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吼，我同大家來分享喺用版來配肉哈，因為要分享一本書來烤肉吧，作者是我們的用妹嘅客家人嘛，盧卡斯同大家來分享。對，剛才有講到吼，一本書其實反而講到心血韓國佢自家嘅想法老創意，這樣多麼簡單，這樣有一本不僅相片美美的，然後裡面的內容看起來非常非常好吃。那上來有幾好生哦，今日節目當中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哦。那我們這個最基本的，大家啲朋友嘅時節啊，也係講煮飯炒肉嘅時節，可能都會先撈肉拿去滷，都要有一個抓醃或者是醃的一個過程。那這個醃大家就會想講，上來用版。滷這樣會滷來好食，我到底醃要醃多久？會不會醃太鹹？因為很多食譜都說，你就前一個晚上醃好，放冰箱，明天早上來煮。有賞時就會想說，生了按用醃真的是會不會醃到太鹹？味道是不是剛好的？那今天就是度後也有請到盧卡斯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這個它叫做基本鹽處理法，有乾鹽醃法、水域醃製法跟鹽曲醃製法，其實看起來文字有點困難。請盧卡斯同大家來分享一下。沒問題。乾鹽醃法，也就是說，今天我們以最好取的雞肉來做一個例子好了，一片雞胸肉大概都在250到半斤左右重，就是250克到300克重左右的重量。那我們呢？雞肉很多人都會說洗不洗啊？其實如果你是買按合法的屠宰場回來的雞肉，廚房紙巾擦乾就好，不用乾布哦。廚房紙巾擦乾它的那個血水就好了。除非你是傳統市場買回來的，我會建議你用冷開水洗過，然後再擦乾淨。否則的話，雞肉其實是不需要過度清洗。然後呢，擦乾水分這點很重要。擦乾之後呢，才去稱它的重量，然後用它1%的鹽巴。什麼鹽都沒關係哦，因為現在人會問我說，你要玫瑰鹽、夏威夷海鹽，還是什麼黑色的火山鹽，隨便你。但是它們鹹度當然會有一點點的微的那個差別，但都沒有關係，就是重量的1%。如果你怕太死鹹的人，最低壓到0.8%。然後呢，去把它抓醃過後，就蓋上蓋子或者蓋上保鮮膜。很急用的話，至少4個小時。如果不急的話，隔天再拿出來用。那也不是說隔天沒有用就會怎麼樣。它基本上因為醃製過了，就有點像我們淺漬的培根或者是客家的鹹豬肉的概念。它其實放3天4天都不會怎麼樣。真的哦，鼓手，因你掌控了這個鹽的重量，差不多在1%的這樣子的一個比例，1%之後，你就算變了越久，裡面沒有含卡哈。當然你不能，鹹是不會變更鹹哦，但是你不能說因為這樣子我就拿來放個2個禮拜，不行，你要放了那麼久的話，鹽巴就必須下得更重，壞掉會壞掉，都唔得。但是呢，並不會因為你多醃個半天，多醃個8小時，我一直以為會哎，鼓手只要掌握1%就對了，1%重量就對了。放輕鬆，不要，有的人會覺得那個。會很在意那個4小時、8小時，然後時間過了，這道菜就會失敗。那我們就是放輕鬆，我們希望大家都是悠閒的來做這些準備。做料理，對。那水
水域盐渍法又是什么意思？它适合用在体积更大一点的肉品上面，比方说整块的五花肉，甚至是整只烤春鸡。哦，那个嘞，战斧牛排算吗？我坦白讲，战斧牛排直接上火烤，不要腌。好，我举了一个错误的例子，烤春鸡跟猪五花，它直接上火烤哈。然后呢，比如说我们春鸡一样，我们把水分擦干，然后多余的脂肪去除之后呢，泡在我们这个冷开水，每1000cc 的冷开水哦，冷开水哦，冷滚水哦，冷开水里面大概兑上4%的盐，也就是说今天如果4%盐。也就是说，我如果是1公升的水，我必须放到大概有40公克的盐，听起来好像很咸，但是它不会全部进去你的水里面哦。所以，然后呢，把你的整只春鸡浸泡在这个水里面，加钙或者是封保鲜膜都好。然后呢，隔天再把它取出来，一样用到本熊，水分擦干再用，一样水分擦干再用。哦。然后呢，就算其他的味道都不加，单纯这样烤，它都非常的 juicy。它因为有水嘅关系嘛，泡在水里其实是盐水的渗透压，它会先把不一定是鸡肉，所有的肉品的蛋白质里面的一些水分会先被挤出来，但它这个时间会在4个小时之后。这个被所谓挤出来的肉汁会结合这个带有盐分的水，等于有点像是把高汤又吸收回去的概念这样子，但是它的盐的风味是运行在全身，非常的均匀的。哦，没错啊，用汤起就当作是从来忙着吃沟这样子的水域盐我这样讲不知道会不会得罪一些业界，但是就是所以我并不赞成舒肥鸡肉，它会变得我们用闽南语讲就是糊糊的，有没有？因为舒肥鸡肉它是隔绝水，然后低温，我觉得已经有点对我来讲有点过足。反而是你用盐浴法，不管是干还是水浴的话，那个鸡肉吃起来是脆弹多汁的，而不是粉过软烂这样子，会失去口感。哦，好，那第3个盐曲好像不是这么常见，但是我最近有听到很多比较健康饮食的人喜欢吃盐曲这样子的调味料。最常听到大概就是比较偏向用在日式料理上面这样子，对，他们会拿来一些腌制一些小菜类的。对，那盐曲呢，如果你再买得到，现在还算好买，比前几年来讲，台湾现在很多材料都很好买。对，那你可以用大概8%到10%之间这个比例，一样是肉的重量下去做这个腌制。对，那它就可以得到相同我们要的效果跟一些风味。哦，古手，你看光是这个盐腌制法就有按斗众某通用嘅方法同大家来分享啊。啊，接下来我就会来吃这个卢卡斯佢7家来调出来嘅好米式嘅酱料哦，地方很客家，走马酱，俺妈妈自家做的走马，呀，妈妈7家做的走马，啊，除了走马以外，你还有另外来去调味一下，对不对？哦呀，因为走马酒味太重，小朋友不喜欢。然后我们对我小时候也是很怕，古早的走马，我都不敢吃，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妈妈做的这个走马，我把它加了一点你用5桶嘛走的，用同桶嘛走的，去平衡它的那个太重的酒味，然后呢，兑一点点盐是为了我这个肉要增加一点我刚刚说的盐浴法的盐的风味，然后呢，再去腌你适用的，我们书后面有个总表嘛，它会推荐你很多的肉品，然后怎么跟我们的酱料搭配会是最好的。哦，好好吃哦，就会比单吃刚做好的走马来的没有那么呛。对，笨蛋走马硬咩係好食的哦，我也是喜歡食走馬嘅米絲嘅人哦。啊，不過小口味，它只加了一點點，只加了黑糖跟一點點鹽聽聽，就這樣子稍微給它調整一下，它就可以有這麼大的變化，風味會變得比較溫潤。對，然後你迪度就是剛剛講的那個搭配表有沒有？有，這個表。蛋狗寫了各種不同的醬料，各種不同的醬料有沒有搭配各種不同的肉？有合的就會打了一個點點。對，我覺得這很重要哎，這是一個字典的概念。這是一個推薦，也許有人會覺得我偏偏要照你沒有打點點的去試。我們也很歡迎大家勇敢去嘗試料理。這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字典，一個搭配的路線。泰嘎都會拿來當參考書啦，對不對？我覺得這個很重要。泰嘎都會上看吶，算了，某個東西同某個東西密西黑嘎唄，你就都得吃看吶。這是第一個，這個 Lucas 獨創的
走马中改良版。不敢说独创啊，对不对？我们把客家风味带进我们的烤肉趴里面，这样。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也很喜欢这个葱酱，不管是像有点类似港式的那种葱盐酱油啊，对我很喜欢。可是我觉得你的看起来。它看起来很滑顺，有一种牛狗狗的感觉。我懂，有一种奶油的浓稠的感觉。为什么你的双葱酱看起来这么漂亮？因为我最早用双葱的时候呢，我只用了青葱的部分，而且是生青葱。后来发现太呛，太呛辣，有一些人不能接受，所以呢，我们就用了一个方法，就是杀青。我快速的用油，只把它炒个几十秒。让它杀青，保留它青葱的那个呛的香，但是没有到那么辣，因为而且杀青的好处就是我们如果做那个意大利面的青酱也有这个，也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杀青的好处是它绿色可以保留的比较久，比较漂亮。我不用覆盖很多的油脂在上面，可是你看它暴露在空气下，并不会氧化变黑。唔讲也是都有甜甜的米线呢。对，我青葱只取了青葱的部分之后呢。白色你看起来比较有质感滑顺的部分，我用炒过的洋葱，去增加它的滑顺跟甜味，用这2种，所以叫做双葱酱。哇！那喜欢香气的人可以再添加一点炒过的白芝麻。哦，真的，我这呀就没懂后生，而且也一样很简单，只多了一个小小的步骤，就要给炒勾一下。对。过一下火，让它热一下。对，米西同蒜末就完全没空用嘞。对。还有另外一个也很客家，吉姜。吉姜这应该已经不用什么再调味了吧？不是家里冰箱都有拿出来涂一涂就好了吗？一般吉姜都拿来温那个白切肉而已，觉得这个直觉很可惜呢。所以我一样哈，我刚刚有说不管你是五桶啊、封桶、蓬桶都可以。我把它调味进去之后呢，增加它的，因为在烤过之后。既然有糖，就会产生梅纳反应就有焦化的感觉，就会有焦化的糖香，然后搭配这个吉酱有这种发酵过后的柑橘香，所以它跟新鲜水果的风味会是不一样的一种酱料的层次。我觉得其实你只加了黑糖，唔够老贵耶。这种嘅料理风格全部温锅控用，是一个很好的融合的一个食材，变成整个转换了。我更吃得出来它的果香，对，还有酸味，对。我让它像大枪声呀，姜婷婷啊还冇崩用哦，我就有这种感觉。故事唔看一下按键蛋嘅酱料，所以加一滴滴的调味料，就做得有完全冇控用嘅米线吼，同大家来分享，而且真的都很简单。对，真嘅又非常的简单。故事大家中秋节到了，晒晒来准备一下，先休息一下，等下转了还有很多内容要同大家分享哦。好，欢迎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我係仲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吼，有請到一配音專家 Lucas 來同大家來分享吼。既然有請到專家來，人家福起一米咯，就會請 Lucas 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因為配音，人家還沒有講到吼，做得咩用平底鍋，沒做得用烤箱來取代。唔過用版配章有辦法用那種炭火燒烤，那個吸引人啪吱啪吱嗰種感覺呢。奶弟，你想要什么东西哈？基本上如果你在家里你是平底锅的时候呢，全程开中大火，甚至不用油。如果你是不粘锅的话，不要起油。然后呢，我们刚刚的肉呢，你有看到一串一串的嘛，对不对？直接下去。因为它大火会快速的让表面产生这个焦化，我们要有这个反应。然后呢，你不用管里面熟了没，翻面这时候大概看你的肉量，可以下1到2大匙的水，然后迅速盖上锅盖，火从头到尾不调小。烧干水分之后拿开，你就会发现肉被大火焖蒸熟了。可是因为你一开始的大火快煎，它已经产生了那个焦化感。当你锅中没有水分残留的时候呢，它已经呈现了像刚烤好的质地了。非常的快速有效，烫到眼睛还有蓝水就会流出来，好想吃。用烤箱也很简单，就是如果你是烤串烤的话，一样烤箱开到最大，家用烤箱最大火大概是250度左右这样子，把它放在最上层，不要放在中间烤，否则会一直慢慢放在中间烤会一直出水，一直出水。放在最上层用上火的
热力，它让它在10到15分钟之内就烤熟，而且产生焦色。那这样会变面。如果你想要2面都焦色的话，就要翻；如果不用的话，也烤得熟，烤得熟，而且它上面那一面会有焦色，就会很像刚烤好的感觉。再度吞口水，真的是很想吃。快速、简单、有效。对，好，古早今日福氣今日路就同大家來分享呀。唔過吼，剛剛要同大家分享幾種醬料的嘛，對不對？接下來這個川肉嘅粉色其實也很重要，就是這是整個烤肉串結構堅固的重點。翻來翻去不會掉。哦，我每次都遇到這個問題啊！那半夜班去搞烤朋友嘅時節啦，真緊就會腫啊，跟肉就掉出來。所以我就覺得很苦惱。那今天 Lucas 就要來現場教學來教阿權妹藝生來樣板來川肉，才是這個正確的串法，這是有方向跟技巧的，對不對？對。好，那首先我們準備了培根跟燙熟的玉米筍，中馬該會選通菇。通菇跟玉米筍，你一穿過去，它就脆掉了。哦，你怎麼串怎麼脆，對，就會啪啪它就會自動別虧。哦，所以通過以後，它這個延展性就變得比較好一點。對，它就非常的好串過去。沒錯，你只要把它裁切成跟你的培根一樣寬度就可以了。要裁切，不是一條，是不是？不是直接一條，旁邊凸出來太多，其實不是不行。我純粹我個人覺得觀感不佳。好，那我愛用塑料給爆過後，對，然後拿一片培根出來，可以，然後這樣子捲。按那件，對吧？對，很害怕。好，捲完之後，通常大概在接口處的半公分的地方穿過去。什麼？所以你要讓接口處對着你自己。接口處向對愛去嘎，半公分這樣的地方。你要從上面，不是從這邊。這樣。對，這樣子。對。半公分是這個距離。對。然後這樣子把它穿過去。穿過去。好，所以我現在串完一個了。對。哦，這樣它就是緊實的，比較不容易鬆掉。它的那個尾端比較不容易翹高。所以你如果這裡留太長，沒走唔得，不行。所以你要從那個位置，或者是把這個地方把它朝內，讓它跟下一個接口兩接口壓在一起。哦，好，我來示範一下。如果說我把它朝內，它出來一樣是從大概半公分的地方出來，對吧？因為你太靠近邊邊的話，會把培根戳破。半公分的地方出來，對。然後俺然後再一個穿第二卷，我再卷第二卷。是。好，第二卷拿不起來。第二卷拿起來過後，一樣，把它捲，有點薄。捲起來之後，然後你剛剛講這個對口的地方，像那個邊邊，我就會把它拉掉，因為不好看。拿掉，這樣。拿掉，然後一樣接口對接口，壓片上面是接口，然後下面是接口，下面的接口。哦，這個接口對接口的意義是什麼？把它們壓在一起，不會彈開，因為烤的時候培根還會縮一下。如果你朝外的話，它很容易烤着就破裂掉了。培根，因為培根的纖維會從中間開始開裂嘛。對，所以呀就會輕鬆又跟一類幾烤啊。所以這樣烤你就可以翻來翻去、轉來轉去，它都不會散掉或斷掉啊。五花肉片就同樣的方法。原來是這樣啊！唔過唔但像按呢，給前面給這個竹籤吶，這個前面其實也是要處理過，事前處理很重要。要怎麼處理啊？不就是買好就一包一包的嗎？現在雖然很多都標榜它沒有漂白或沒有什麼沒有什麼藥水處理，但是基本上我不相信啦。所以買來之後呢，還是一樣。加到鍋子裡面，水滾了就倒掉，水滾了就倒掉。我會滾2到3遍，你會發現前面會有很多泡泡跟味道哦。然後沖完3遍之後，到要用之前，我都會把它浸泡在冷開水裡面，讓竹籤吸飽水分，避免在烤的時候肉還沒熟，竹籤先燒焦啊。對，顯熟態就直接變成炭火。對，哇，這個好重要哦，要沒懂重要，但是一定要冷開水泡哦，一定要泡冷開水哦。哦，對，這樣子它裡面吸到的水就是開水，對，冷開水才不會影響到你生肉的那個質地或者是它的品質這樣子。哦，原來會按呢，韓國沙哈了，還有懂 TPA 給醬料，時間快要不夠，我現在很緊張，但我真的好多想要跟大家來介紹，有一個我真的覺得想都想不出來，這個東西，他竟然拿布丁，布丁不是當甜點，拿布丁來做烤肉醬，為什麼有這個奇妙的想法？絕對不是
写不出页数是不是来，故意要整大不是家？冲页数或者是整大家哦。挂保证就是我们中餐或西餐料理是不是常常炒焦糖来上色跟增加风味？布丁底下有焦糖，那西餐也很常用淡奶酱，去增添那个滑润的感觉。所以我把那什么东西有这三样东西，就是布丁、蛋奶。那这时候呢，搭配布丁的跟蛋奶，我们如果用盐巴去增加咸味的话，我觉得不够，就少了一点点东西。所以呢，我用酱油来去增加一个比较传统的台式，甚至带一点日式风味。它在烤过后的风味会比单吃酱，你会更发现，就是我想要表达的它的好。这呀，就像前一波的有流行给布丁加到泡面里面，对，有一点点那种感觉，因为它就是整个加了那种滑顺感，跟甜香感，再加上你刚刚讲的这个焦糖的香气，还有另外一个是因为台湾是水果王国嘛，我们出产非常非常多的柚子，柚子每周在哪里做种？比如讲葱芽树红这个很漂亮的鲜黄色，对，它这个整个搭配在比如说像你现在示范的这个鲈鱼，对不对？看起来这样一盅就好漂亮哦，而且你就可以。每个人独享，就是调这个大小盅，不需要分食。毕竟我们现在疫情嘛，我们烤肉还是要。对，它这个就是这个的好处就是你没有一定要限定，因为我今天用的是凤梨、百香果、苹果跟一点点柠檬跟一点点柳橙。可是就像你讲的，台湾是水果王国，夏天的水果你都可以放进去，所以现在有芒果你就放，当然今年芒果比较贵了，好好吃。你有芒果就放芒果，把它全部搅成泥。我加了很少很少的淀粉，玉米粉或蓬莱米粉、再来米粉都可以。去把它做一个加热糊化结合的动作，也有一部分算是加热杀菌这样子，它就可以运用。冷了之后，你就可以用在我觉得鸡肉啊、鱼肉啊、海鲜类都蛮方便的这样子。真劲到好生嘅，冇想到伊咧谈起了按简单嘅朋友康友做得有按度嘅变化。古时咩係因為 Lucas 佢自家佢靠非常多嘅專業嘅證照，韓國佢自家咩有在教課嘛，對不對？所以古時候沒出嚟書，而且是第2本了。古時候各位天使機條前嘅觀眾朋友，想要喊看認識下 Lucas 嘅話，我們可以怎麼樣找到你呢？跟大家介紹一下哈。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話呢，你可以當然你可以上博客來書店買我的這本書，來烤肉吧，然後裡面有一些我的相關聯絡資訊，還有 email 這些。那最重要就是呢，你可以到 Facebook 直接搜尋盧卡斯3個字，我是火字邊的盧，有火才會旺哦，不可以滅火。對，盧卡斯的盧果這樣子。那我的因為我的工作室叫盧果嘛，就是火字邊的盧，草字頭的果這樣子。然後你可以到 FB 搜尋這個就可以搜尋到我。或者是在實踐大學教育推廣部跟樂朋烘焙教室的一些課表上面都可以看得到我這樣子。唔錯，古時候今日什麼呀，Lucas 啲啊半夜班中秋節以前同大家來分享按到，謝謝，謝謝阿群們，謝謝大家。沒什麼電視機條前觀眾朋友跟蘇康休息一下，強下來做運動哦。歡迎來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簽站，韓國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樣片分享出去哦。